嗨，我係簡夢 Jane， 一位有多年教學經驗嘅瑜伽老師，亦都係清明夢者。幾年前，我開始對清明夢產生咗濃厚嘅興趣。為咗滿足呢份好奇心，我深入咁鑽研清明夢，了解東西方各種技巧嘅差異，研究佢背後嘅科學原理，並且好快咁掌握各種相關技巧。而家我能夠喺夢中保持清醒，自由自在咁探索夢境。呢一路上，我累積咗好多獨特嘅經驗，亦都組織過唔少嘅學習小組，幫助其他人一齊探索清明夢嘅奇妙世界。憑藉我嘅瑜伽背景同埋對清明夢嘅深刻理解，我發現瑜伽同清明夢之間有住天然嘅聯繫。瑜伽訓練我哋身心平衡同埋專注力，呢啲都係實現清明夢嘅基礎。而清明夢就可以進一步咁拓展瑜伽嘅內觀同埋自我探索，等學員喺夢境入面實現更加深層次嘅覺知同埋控制。清明夢其實非常簡單，並冇太多顧慮，亦唔需要諗得太複雜。呢個亦都係我設計呢個課程嘅原因。我開發咗一套獨特嘅課程，希望幫助學員輕鬆掌握清明夢技巧。只要一個簡單有系統嘅學習課程，再加上持之以恆嘅練習，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清明夢者。呢個18天課程風格輕鬆愉快，希望每一位學員都感覺好似同朋友一齊咁樣，冇壓力咁學習。無論你係初學者定係有一定經驗嘅學員，我都可以提供個性化嘅指導，幫助你喺清明夢入邊發現內心嘅平靜與力量。快啲加入我嘅課程，一齊踏上呢段奇妙嘅旅程啊！